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1月2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鼓励民众阅读，台南市图书馆对3天前举办台湾阅读节，今年更加以全新的风貌，以台湾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为主，要举办为期1个月的展览、座谈以及纪录片影展，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2017台湾阅读节，今年以着阅读原料武汉为主题。25号上午，在台南市立图书馆举行开幕式，包括文化局长叶卓山、市员蔡玉基、古木哈九、陈怡丁，以及立委黄伟哲秘书、甲议员创专办公室主任拢到场参加。尤其今年以着台湾原住民为主，代表台南文化具有多元性。台南市的文化其实是多元的，原住民的文化也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今天看到很多我们的阅读团体，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一起。每年看到各位，我就觉得说，台南市真的是一个书香的城市，有大家共同协助图书馆去推动我们的阅读，其实是一种幸福。所以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所有的阅读团体长期的对我们的支持跟协助。也很高兴，就是说我们的局长还有我们的馆长呢，非常的用心我想过去以来，可能大家比较少看到原住民的文学，或者是跟原住民有关的。那其实也透过我们市政府这样用心的安排我相信未来我们台南市可以透过更多类似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台南市民，让我们台南的原住民呢，都能够有更多这样子的一个交流我想这个才是真正台湾很重要的文化资产。活动一开始，由西拉雅奥尼尼乐团揭开序幕，现场也有充满欢乐气氛的心灵嘉年华角色扮演，以及大小朋友拢喜欢的阅读闯关游戏。在图书馆3楼，也有卢凯族作家杜汉松绘本艺术创作展览。整个活动为即马开始，一直到明年1月7号为止。期间除了绘本创作展览，另外也有讲座，也有纪录片的影展，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台南新闻林根彩虹报道。位伫咧安南区云南里的大同病假厝体，伫咧民国60年完工，至今已经46栋，佮加上去年受到大地震的影响，为着要确保住户的安全，市府伫咧9月底就完成了居民的搬迁，并伫咧11月底来进行着拆除的作业。未来这块地也将会规划做公共用地，提供给市民来运用。怪手将厝顶围墙一户一户钢派拆除，厝体46栋，已经真久也真脆弱。位伫咧安南区云南里的大同病假住体，因为钢筋、装潢等等的部分有落落来风险，就有可能会危害到民众的安全。因此，市府决定要拆除，提出亲像是搬迁补助或者是自行搬迁的奖励金等等的优惠措施。伫咧社会局甲社工的辅导协助之下，185户全部拢顺利搬走。经过921地震，佮经过105年的这个美浓地震了这个厝变甲真危险会影响到咱住民的安全所以105年当时的赖市长就带领咱这个市政府社会局者来这个做一寡咱好的这个照顾方案比过去拢袂当解决的这个照顾方案，互咱的住民会当接受咱
市政府遮嘛想到真济一个照顾的方式，咱一户一个社工，一户一个社工陪伴因遮的住民，尤其有56户，有护理身份的咱陪伴伊去甲找厝、看厝，甲个厝头家讲一寡较好的一个搬厝的方式，甚至帮因找车来做伙搬厝，互因安尼感觉足温暖的。云南里里内的社区居民对着这个大同平价自体铁路，拢表示相当的欢喜，也肯定市府改善都市空间的政策，并且期待这个所在未来会当成为公园或者是其他公共空间来运用。单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位伫咧好尾寮市场边仔的公共停车场，过去因为无收费，造成侪无牌车或者是二手车业者将车辆长期放伫这个所在来占用，不但影响到居民的停车权益，而且造成环境又搁垃圾又搁乱的状况发生。伫咧关心里居民长期争取改善之下，总算受到市府交通局的重视，并且伫咧这个月来完成着停车场改建。用上届新型的车牌辨认系统，互关心里停车场，无论是下早啊，或者是下暗，要来停车的民众，拢会当真轻松将车辆停入来。这个看起来又搁新又搁宽快的停车场，其实原本是免费提供予民众使用，但也因为免费使用，时间一久，变甲垃圾又搁乱糟糟，引起附近的民众侪抱怨，是侪任的里长拢无法度解决的问题。这个有关县里长周银池用了侪心力去协调沟通，争取经费，里面看伫眼内拢是满满的肯定。二手车一大片都霸占了可是造成里民的困扰，因为客人要消费了或是干嘛临时停车都没有办法使用。还好这周英起这个里长这个任内了帮我们完成了这个比较迫切没解的问题，来帮我们解决的所以里长真的不错，这个里长有在做事。关姓里停车场改造完成，佮加上公车站也担遮，也佮有上届里边的 T-bike 也设立伫遮。未来等好尾寮市场改建完成，相信这个所在会互居民更加满意。关胜里的停车场也是我们虎尾寮第一座收费停车场，而且是采用最新的车牌辨识系统的收费系统。因为我们大台南呢是智慧城市，那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响应我们的智慧科技，所以我们交通局这一块是属于交通局交通局所有地，所以当初交通局在规划这一块土地用地的时候，它当然一定是响应智慧科技，所以是采用这个车牌辨识系统来规划这一块土地。过去当然这个因为使用者太方便了，所以经常就导致这边有长期占用，还有无牌车，还有脏乱治安等等的问题。那在我上任之后，我们就积极来争取这块空地来做认养，然后来把它做规划。那当然使用者付费，我们也很感谢交通局，他很积极的配合我们里办，然后知道我们里民的需求，然后在很短暂的时间，在这1年当中，就很快的为我们打造了这么很棒的这一块停车场。那而且是用最高科技的这个系统来做收费。关姓里停车场改造完成，秉持使用者付费的观念，佮加上高科技的车牌辨认系统，这款新型的停车场，交通局也将会慢慢拓展到台南市其他公用停车场，互环境更加舒适。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圣诞点灯的意义就是祈求平安。随着圣诞节的脚步愈来愈接近，天主教台南教区、台南市会特别邀集侪社会单位，伫咧12月2号要谈台南市会头前的广场举办点灯系列活动，中间也有义卖、义诊甲义诊的活动，欢迎大小朋友提前来感受圣诞的温馨气氛。
由天主教会台南教区、台南市议会以及侪侪单位做伙协办的圣诞点灯系列活动，12月2号礼拜六，将伫台南市议会头一个广场举行。伊伫罗比会、亿万灵礼宴、甲蔡玉基，以及天主教会甲社会福利单位，想我特别透过记者会向市民朋友宣告这个消息。希望这一活动结合宗教团体的爱心甲精神，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力量，也让市民朋友感受圣诞的温馨气氛。在我们台南市区，在我们西北的文化中心的点圣诞市之外的另外一个在台南市议会，我想这一份的意义相当的大哈。所以我是非常重视的，我也非常的支持。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活动关心需要关心的人。所以事实上在那天1点的时候，10月2号下午1点，我们就开始已经有在义卖了。我们这个义卖就真的瑞富这个中心我们来做一个义卖所得会给我们瑞富这个中心给他们。当然我们有一系列的活动有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我们游行的踩街包括义诊，所以有一系列的活动在12月2号这时候就是来举办啦。那当然我们也真的说除了我们本身的一些信仰的人外，我们希望让我们台南市市民能够共襄盛举来参与这个活动。东港的活动为下晡1点开始，包括有启迪中心的预备、原住民表演以及义诊甲义诊的活动。另外，伫东头戏点灯仪式进前，阁有采街游行、报佳音的活动，欢迎大小朋友做伙来感受圣诞氛围。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民进党争取后届市长提名参选人颜顺佐26号伫咧玉井区成立山区联合后援会。颜顺佐提出山区的愿景，包括用计程车来取代公车补助，设立农产品冷冻加工厂，要来提升山区民众的生活品质，带动山区的发展。伊对甲高队带领，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颜顺佐又牵手陪同。慢慢地进入玉井山区联合后援会成立会场，颜顺佐并且一甲所有支持者握手问好，场面热烈。这场场，颜顺佐也一授旗予山区后援会会长，包括玉井王清正、南西陈松元、南华严文斌，以及指定会长黄惠玉，并且接受各会长、顾问团长致敬往来甲好彩头。现场颜顺佐也发表伊对山区未来建设的规划，包括设立农产品冷冻加工厂，争取山坡地改变等等的拿图。过去咱的南西嘛做过遮个物件，包括南西孤单温泉的开发，继续搁来开发啦伫咱这个南华呢，咱的这个镜面水库的环湖步道，咱来甲用出来，玉井这个所在，咱未来要起一个演艺中心。咱这个南左镇当然我来讲左镇，咱这个规个2寮看日出的整个个景致较水，你看较有可观性啦除了以外，我想咱山区真是咱的交通不足这个问题，我会先找2个区来做试办，用计程车取代咱的公车啦差价，咱会来示范这个办法啦未来呢，我想咱会设一个农业产品冷冻加工厂。无伫山区，就希望讲农产品生产的时阵呢，会当甲做一个冷冻，若大家计数好的时呢，当释放出来总是山区这所在，包括食的教育这个问题咱会甲提出啦我想较重要的是山区这个所在是毋是这个有要解编无我想我会将我的心声呢，反映予咱的赖院长知影，互伊对行政院迄边，我伫地方这边呢，大家共同拍拼，希望山区这个限制山区发展的真济。水源保护地这个解编呢，当适度的解编呢，互咱山区会当发展就对啦。现场也有在地议员王俊潭，以及民视8点档演员、明日之星歌手黄仲玉走阵，整个现场热闹滚滚。电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迎接世界肾脏日，全国知名的心脏团体混藏综艺团25号要伫南港购物中心受邀演出，包括代理市长李梦燕、社会局长刘淑慧以及多位民意代表拢出席，为心脏者加油打气。每当12月3号是世界心脏日，由市府甲一个社团共同举办“爱在呼声”，邀请混藏综艺团。甲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25号伫南港购物中心演出，由代表忧郁症协会市员王家珍担任主持，包括代理市长李梦燕、社会局长刘淑慧、市员翁玉凤，甲市长参选人黄秀双拢到场为心脏者加油打气。怎么样让这些朋友们能够走出家庭，走出户外？能够让他们觉得这个社会是接受他们，这个社会是支持他们。好，那另外甚至可以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跟这个协助跟帮助。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市府还有我们议员大家一起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啊。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全国知名的混藏综艺团，是因为他们的账别包括很广，同时呢，他们每一位团员都有非常丰富的生命故事，再搭配着我们自己在地的脑麻协会这些好朋友们，一直努力想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当然要特别感谢台南市政府社会局以及民间两岸梦工厂这些协办单位。我们都知道，唯有爱可以消弭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唯有爱能串起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所以呢，要寄望台南市在于对身障的各种福利上，我们更尽心尽力。同时呢，也由衷的盼望，让我们台南成为身障朋友们最乐意居住、最乐意在这边快乐过活的好地方。活动一开始，由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表演迎宾舞，接续也有机种歌手歌唱，以及听力障碍舞者表演孔雀舞，吸引未少民众到场欣赏。表示，举办这项活动，一方面除了鼓励心脏者行出户外，另外也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对心脏朋友给一点仔关怀加鼓励，相信人间有爱，社会就无障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群马县政府甲水上艇台湾事务所顶礼拜伫咧东区的水上物语交流馆举办了日本文物体验活动。特别邀请了群马县的吉祥物小群马，而且又搁办理了侪日本风味的体验，相当趣味。为着要促进台湾甲日本交流，水上艇台湾事务所每一个月拢会办理宣传活动，
这届结合群马县政府特别扩大办理，邀请群马县的吉祥物小群马，以及日本大门户的不倒翁达摩，也有小戒指娃娃等等的业者来到东区水上物语交流馆，要甲大家来做分享。先画嘴巴多的部分，这样。这吧，这样的。で、下のひげは赤いお花の部分、本座頭ですね。はい。ここが甲羅、背。ここが尻尾ね、尾巴。ここ口ひげが足。水上町台湾事务所希望透过每一个月办理的观光宣导活动，会当将群马县美丽景色甲物产介绍给台湾的民众。今日は群馬県。这次非常特别，我们群马县呢，就是带来了我们的群马县的名物，我们的达摩，还有我们的木头娃娃。台南的朋友们不用到不用到群马县，在这里就可以亲手自己做自己专属自己的那个达摩，还有木头娃娃。那欢迎大家能够好好享受今天我们准备的一系列的活动。这边的地方是我们水上町的交流馆，我们跟台南市政府合作经营这个文化的交流馆。每个月办一次的活动，可是这次的话很特别，我们邀请群马县也参加我们的交流活动。欢迎来大家水上町还有群马县来玩。台南市政府甲群马县水上町对2013年伫结为友好城市以后，便开始积极的办理活动，希望会当促进双方的交流。在我们日式宿舍群由文化局修复之后，然后就让水上町来使用经营，作为台日交流一个推广的中心。然后水上町每个月都会在这边办一场台日交流的活动，包括说像之前有玻璃彩绘，或者是工艺品的制作的活动。然后这次水上町特别跟群马县政府合作，扩大办理这个交流活动，引进了水上町以外的工艺品，包括说高崎市的达摩或者是小戒指木偶。然后这些其实都是在日本非常特别的体验活动，很多让我们台南市民有机会可以不用出国，就可以在这边体会到异国文化，也可以促进我们台南跟群马县的交流。丰富的体验活动，让参与民众拢收获满满，嘛表示真想要亲身前往群马县来观光旅游。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着要推广台南乡村的旅游，加食寡台南的好米，台南市五米乐稻米促进会甲市府观光旅游局。伫咧假日时啊，淡后壁区举办田间玩很大的农村体验活动，伫咧田中办60桌，佮举办着运动会，来参与的民众满是现场闹热滚滚。60桌的中岛宴在摆伫田的中，看起来相当特别，而且用的拢是台南的农特产品，亲像台湾雕、白河莲子、后壁米、咸水薏米、鲜花麻油，真有在地好味。包括地理市长李梦燕、农委会副主委李退基、市府农业局长柯汉卿等人，也拢到场推广农村旅游。今仔日真欢喜，咱来甲咱后壁。好，咱五米乐社区哈，咱的这个优美的这个稻田里面，我们一直来品尝我们台南在地最棒的农产品。好，那么我们这已经是从去年我们观旅局观光旅游局跟我们后壁五米乐协会哈粮食协会大家一起合办这样的一个在田间办桌的个活动。那么今年我们也是一样，以40桌400位这样的一个名额在网上来公开的这个招募，那也是非常快的时间就秒杀完毕可见我们各位从全国各地来的朋友大家对于我们后壁地区台南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农产品，还有我们对
这个田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大家是有很高的期待，跟大家对这样的一个活动也非常的热心跟投入的参与哈。再次感谢各位对台南的一个支持。主办单位表示，台南后壁是台湾优质稻米产区，每年11月份稻米收成了后，都有一段限制的休耕时期。为了提高稻仔园运用的附加价值，今年首度举办田间玩很大活动，引起真大回响。所以今年继续举办第2届，由在地专业导游带领游客分成真侪条路线，游览后壁特色景点。和各地游客深入了解台南美乡的美丽风景。台新闻综合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2度至27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1月2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